嘿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廣告王教室，我係 Amy 啊。今日咧，我要同大家分享一個好重要嘅課題，就係點樣設計一份可以喺短短3秒之內就成功吸引到人哋眼球嘅宣傳傳單。你知唔知啊？喺今時今日資訊爆炸嘅年代，一份傳單如果唔能夠喺頭幾秒就令人眼前一亮，好可能就會好快俾人忽略噶啦。咁究竟有啲咩秘訣呢？等我哋廣告王話你知。第一點，標題要夠 sharp 夠直接。首先最重要嘅就係你嘅標題，標題一定要夠搶眼、夠清晰、夠直接，用簡潔有力嘅字句即刻話俾人知你嘅重點係乜。例如限時優惠、新品登場，或者點出目標客戶最關心嘅痛點。字體可以適當放大，顏色要夠突出，令人一眼就望到。第二點，圖片嘅力量不容忽視，圖片嘅運用都非常關鍵。一張高質素同你宣傳內容相關嘅圖片，絕對可以大大提升傳單嘅吸引力。記住，圖片勝過千言萬語，揀一張色彩鮮明、構圖吸引、能夠引起共鳴嘅靚相，令人一見難忘。第三點，排版要清晰易明，唔好太擠擁。排版設計內容唔好太過密集，要適當留白，俾視覺有呼吸嘅空間，將最重要嘅資訊，例如聯絡方法、地址、優惠詳情同截止日期放喺最顯眼嘅位置。善用顏色區塊、線條或者圖標，引導視線，令到資訊層次分明。第四點，要有明確嘅行動呼籲 （call to action）， 千祈唔好漏咗一個清晰嘅行動呼籲。你想人哋睇完傳單之後做啲咩呢？係打電話查詢、掃描 QR code 上網登記，定係親臨你嘅店鋪？將個行動指示寫得清清楚楚，最好加埋啲誘因，例如立即致電、即享9折，或者憑單張消費即送小禮品，咁樣先可以有效轉化。總括嚟講，要設計一份能夠喺3秒內捉住途人目光嘅傳單，就要記住呢幾點：搶眼嘅標題、吸引嘅圖片、清晰嘅排版同埋明確嘅行動呼籲。當然啦，設計傳單仲有好多細節嘅同學問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或者需要專業嘅設計、印刷同派發服務，隨時歡迎聯絡我哋廣告王。我哋有最專業嘅團隊，可以為你度身訂造最有效嘅宣傳方案。好啦，今集廣告王教室就到呢度，希望以上嘅分享幫到大家。記得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page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實用嘅廣告行銷知識。拜拜。